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註冊營養師阿 Wing，我係註冊營養師 Christy。大件事啦，呢個咧，大家唔做運動咧，啲肌肉流失得快到不得了啊，快到你驚啊！嗱，你睇翻個研究咧，2個星期唔做運動咋，啲肌肉流失咧，一陣間會講俾你聽幾多嚇。早幾年啦，喺丹麥啦就做嗰個研究，2個星期唔做運動，肌肉流失咧要花幾多咧？要花3倍時間先追翻嚟喎。咁研究做過啦，人唔係好多，17個人啫，咁都係後生嘅喎，係咪啊？咁啊，再有一啲又唔同年紀啦，咁嘅男士。好，個 research 係點樣？咁就15年嘅呢個研究就喺丹麥嗰度做啦，咁就有2組人嘅，咁係即係雖然個 study 細啲啦，咁一組咧就係大概即係23、24歲咁樣啦，17個人嘅啫，跟住另外咧就係年長少少嘅60零歲啦，68歲到啦，咁啊15個人嘅男士去參加呢個研究嘅。咁咧每個參加者咧，佢哋其中即係佢哋都係有做開一啲可能重量訓練啦。咁佢哋其中一隻腳咧就唔可以操，即係淨係操一隻腳，另一隻腳就唔可以操。咁2個禮拜啦，咁跟住2個禮拜之後咧，咁即係之前研究開始之前，咁研究人員都會幫佢哋度一啲肌肉量啦。咁就發現2個禮拜之後咧，全部嘅參加者咧，其實佢哋個肌肉量都有流失到，咁但係咧得意就得意在，即係正常我哋可能都會諗下，應該就成日都講老人家啲肌肉流失得好快啦，我哋可能會覺得即係年紀大啲嗰組嘅男士可能會流失得快啲，又唔係喎，竟然係後生仔流失得快啲，2個禮拜咧佢哋流失咗接近500克嘅肌肉啦，差唔多係28% 嘅肌肉能量，即係佢哋覺得嗰個力量冇咁好啦。呢個衰老速度咧，咁佢哋計翻咧大概老咗45年，2個禮拜啫。係啦，咁至於年長嗰群咧，就大概就係流失咗23% 肌肉，都多噶啦。但係竟然原來後生仔可能流失得快啲，咁可能因為即係個新陳代謝有所唔同啦，咁或者本身大家個底子都可能有些少唔同，但係個研究就呢度冇提及到嘅。咁但係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如果你係屬於一啲活躍啲、肌肉多啲嘅，即係可能你不斷都有做開一啲重量訓練啦，而又後生啲喎，咁如果你突然之間咧停咗一段都唔係長嘅時間，2個星期少嘅時間，即係可能你去咗一個長啲嘅旅行，即係嗰度你停咗你嘅 training，咁就可能你嗰個影響會比較大啲。咁好多人都話唔緊要啦，咁即係我哋成日都咁講唔緊要啦，咁去旅行梗係玩啦，咁樣翻嚟先做翻。咁今次嘅研究咧都好得意，就係做埋如果我停咗，再重新開始翻，要幾耐先 train 得翻我停咗之前嗰個水準咧？咁停就係2個禮拜咧，再參加翻，即係每個星期啦，做4次嘅 training 咧，咁去盡快恢復翻啲肌肉啦。但係佢哋最後咧要足足花咗6個禮拜，咁你停咗2個禮拜，咁你做翻6個禮拜先翻去停2個禮拜之前嘅水平喎，咁所以就變咗成3倍嘅時間。咁呢度我唔係鼓吹大家，即係可能去旅行嘅時候，日日都要早起身或者即係繼續去做，即係俾大家知道原來肌肉流失嘅速度比我哋想象中快好多咯。係咯，咁所以最好即係每日都即係講啦嚇，即係抽20至30分鐘喺屋企都得㗎嘛，做啲簡單啲嘅運動都係有幫助。好啦，喂，咁我哋講咗肌肉流失啦，咁同食物有啲乜嘢關係咧？會唔會食某啲嘢會令到即係咪幫助啲肌肉嘅恢復咧？當然係蛋白質嘅嘢啦，係嘛？大家都知道蛋白質係最主要即係修復肌肉嘅原材料啦。咁嗱，呢度都想澄清一點啊嚇，即係你都要做嘅，就唔係齋狂懟蛋白質，咁你就會變大隻，咁你線條就好靚。咁唔係，即係過多嘅蛋白質其實一樣都會變成脂肪。咁當然啦，你肌肉量多，咁你需要嘅蛋白質量就可能更加多啦。咁我哋常見一啲高蛋白質食物，其實豆類其實大家可能成日都會 miss out 咗一啲高蛋白質嘅豆類啦，好似黃豆、黑豆、毛豆、鷹嘴豆、扁豆呢啲啦，一啲豆製品啦，特別係硬豆腐啦，蛋白質通常都高啲嘅。咁乳製品啦，牛奶啊、乳酪啊，或者一啲果仁啊、種子啊，咁當然仲有即係肉類啦。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能夠有時1個禮拜1至2次、2至3次用植物性嘅蛋白質代替肉類咧，咁就會更加理想啦。OK， 好啦，咁所以大家應該要 keep 住嗰個運動量，肌肉就流失得好快，係嘛？後生同老都係。
OK，咁今日條片嚟到呢度啦，記住做運動同埋一啲蛋白質嘅來源食物。拜拜。